高，感觉蛮重。好，对我来说哈，本来蛋厂办的成本就比我们一般的水高很多，但是因为台湾是在污水其实缺水，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台湾的水资源能够比较丰富，让大家需要水的，尤其包括我们的那农业用水，我们尽量不要去用它的水，他们要用的水，我们尽量自己来用，自己来产生，自己来用。所以虽然说它成本高，我们还是愿意干，这是为了配合这个水资源多方向的这样的政策。够用吗？当然够，但你不可能一口气就盖一个23万吨的啊，因为第一次在盖，你总是要晓得说盖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你总是要，就像你去买那个橘子，你说我现在家里需要10斤的橘子，你一定会先这档第一改买，我买来吃看卖，或者这样再过来买。你不会一口气都买了量嘛？你了解我意思吗？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我是需要20几万吨的这个水没有错，我先盖个10万吨的，我再看看这时候的盖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没有盖过，台湾没有人家盖过这样的一个海水淡化厂，好不好？谢了哈，这段时间确实是委员很关心，台塑这边呢也配合整个国家的一个政策。那因为过去呢，大概一天大概要28万吨的这个工业用的这些水需求。那这一次呢，他为了要用一些最佳化的解决方案，他就去引进这一个以色列这样的一个最佳解决方案的一个所谓的海水淡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到台湾来。尤其在熬的方的那个熬逆渗透的，也是用国产的不织布来做的熬逆渗透的膜。那所以我就可以来这里推销一下国产的机会，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一个就是海水淡化，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伫海水去安全隔离水道的时候，上面要做一条桥，去接咱的迄个云山这条路就对这件工作的时候是拢已经7年几年啦今仔日来到现场。我们看到就台塑的话，比如讲海水淡化已经开始伫咧做，硬体咱嘛看已经拢渐渐拢拢起起来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希望这海水淡化那赶紧早日那完成那赶紧就去叮当内底对节水啦或者是水的资源的调度啦整个对混管会当讲帮助真大这虽然是投资的成本真悬啦拄则想咧听台塑咧做干部的时候，海水淡化一共投资54亿未来来讲当然还佫操作还佫营运所以当然海水淡化的成本是真悬，但是企业的时候肯伫这地来做者，我是感觉对于全台湾来讲，这企业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嘛是最好的一个模样啦它堪称是全台湾最大的海水淡化厂。第二要去看迄座桥啦迄座桥是部长真甲我帮忙啦嘛情商就是在说着听后讲答应要做啦所以就是今仔日嘛特别甲部长带来看卖一下好。